个主题甲合作，咱要来去分别，什么是自信？有信心，我有信心。是什么话是骄傲？自信甲骄傲的差别伫倒位？用上帝的话语来看，什么是有信？我真有自信。事实其实只是骄傲。所以咱通过今仔上帝的话语，咱毋茫咱会当来分别清楚知影自信甲骄傲的差别伫倒落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天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创造阮人类的阿爸。今日早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的心谦卑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一的困难挑战拉杂，是毋是因为阮的生命无讨你的欢喜，无受到你的祝福，抵靠阮一的困难？苦难，愿主你帮助阮，愿意的心、谦卑的心，顺服伫你的话语的下面，互阮的人生生命，当阮谦卑顺服的时，当阮拄着困难挑战，互阮会当大胆，带着自信。圣经讲，带着信心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你得较听阮的祈祷。感谢主，帮助阮活水的兄弟。伫今日早时，会当领受上帝你的话语所带来的造就甲快乐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仔要和咱用的经节，这个经节真有名，咱做伙来显开，是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到第6节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到第6节，找着我来读。伊则讲，保罗先生讲，上帝抵挡骄傲的，施恩典互谦卑的，所以恁着爱家己谦卑落来，伫上帝的大快乐的手下，互伊到时高升恁。这个经节的内底，第一句话牧师要先甲咱讲，谦卑。圣经伊讲家己谦卑落来。谦卑是爱变做是咱的愿意，若是上帝互咱谦卑，这叫做羞辱啦。谦卑是咱爱家己爱谦卑落来，那别人要帮助你谦卑，这叫做冒犯你啦。所以其实谦卑是家己必须爱来到你上帝面头前。兄弟姊妹，咱人生有有当时也无顺利、袂好势、困难挑战、苦难。咱一直伫咱的信仰的路站的内底，一直是每一个人拢会发生的代志。根据马太福音24章，咱的主耶稣真清楚甲咱提醒，甲咱警告，末后的日子，撒旦的攻击会愈来愈强烈，总是上帝的手、上帝的工也一直咧做工伫咧。咱的主耶稣甲咱警告，伫末后的日子有假先知、假教师会出来。即马非常的吻合伫咧，即个网络上这个暗暝知影倒位来的教师底片一大堆。第一个，我若第日看到，我拢先问讲，这是假新闻，还是假的？还是假的教师、错误教师，这一大堆。兄弟姊妹，圣经也甲咱讲，有济人会被迷惑、被欺骗。连信徒嘛会被欺骗的，信徒会被欺骗。当咱也毋知影真理是啥物时阵，天灾地变的愈来的愈频繁。不法的事，圣经耶稣讲，不法就是讲，这会济违反人的这地面上的法律也好，还是人的伦理也好，会愈来愈济着。耶稣也甲咱讲。济人的疼心会渐渐无去，人甲人的中间的疼心会渐渐冷淡去，济人会跋倒，教会内底嘛有济人会跋倒，
一个人会跋倒信仰，离开信仰，离开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理真清楚，安尼甲咱提醒。基督的教会，咱必须爱备办好。审判会对教会开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我想要和咱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是，当然这个主题一直是伫我的嘴内底，我常常咧咱讲过。骄傲，什么人愿意做上帝的对敌者？什么人会堪一啊？什么人会当徛伫上帝面头前讲来啊？就不怕你。做上帝的，若讲我公开讲，我若要对敌你、抵挡你，这是一项真可怕的代志。来，主耶稣伫这圣经里这所在讲真清楚，甲咱讲，伊要抵挡的就是骄傲的人。骄傲的人，其实骄傲是咱人类，也是整个受造物所有的罪的源头伫咧。撒旦就是因为骄傲被上帝赶离开天堂，是毋是？咱拢知影路斯佛这个撒旦，本来是一个真水、真有气力的天才，但就是因为骄傲。咱人嘛是因为这方面，因为骄傲失去上帝的祝福，因为上帝抵挡你。所以今仔日各位兄姐，自信甲骄傲，咱要怎去分辨？有个人感觉伊是有信心，但是伊毋是有信心，伊是倚靠伊家己，这是一种的骄傲伫咧。问题是，伊伫骄傲的时阵，伊家己都毋知影伫咧。今仔日牧师的讲道的主要是要针对讲，我毋知影我活伫骄傲的内底。那已经感觉讲，我就是安尼的人。今仔日牧师的讲道对你也无啥物款的帮助。但是若讲奇怪，啥啊？我的祈祷主拢无听，是啥物原因？原来今仔日牧师所讲的，就是原来就是我活伫骄傲的内底，因为安尼生命来得到改变，悔改认罪来突破。我毋望这会当真做你的帮助伫咧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是要来焦聚伫这个问题：到底我是自信？我的生活真有自信，我的信仰真有自信，我的工作真有自信，我的家庭我真有自信。我的服侍我真有自信，是只是你拢是墮落伫骄傲的陷阱内底。兄弟姊妹，伫圣经的真理来看，上帝要爱咱活出一个有意义、有目标的生活。上帝要爱咱会当活出一个有气力、会当结出果子的生活生命。主嘛要爱咱是一个有勇气的信徒，主嘛要爱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信徒，嘛要爱咱是一个有自信、有信心的信徒伫咧。阿妹吗？但是世界嘛是安尼讲，这个物件世界嘛是安尼咧讲。但是问题是，世界安尼讲，和咱的圣经安尼讲，到底的差别是伫什么货？什么是上帝眼中的成功？什么是上帝眼中的自信？什么是上帝眼中的骄傲伫咧？所以检查，咱会使安尼来讲：当咱拄着主的时，咱的主是会甲咱讲，良善尽忠的人，入来甲我同欢喜。兄弟姊妹，这耶稣亲嘴讲，伊拄着伊所要用带的这新娘的时阵，伊讲两句话：良善，佮忠心，尽忠啊！吼，咱台湾话讲尽忠，另外一句就是良善。伊是会安尼甲咱讲，你是良善佮尽忠的人，入来甲我同欢喜。是主会讲恶的人，做恶的人，做恶的这句话，原本意思就是无信息啊，无老实的人离开我，我毋捌你。哇！若互主耶稣伫迄一天讲，
做恶的人、无忠心的人、无老实的人离开我毋捌你。迄一天就袂赴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我今仔日要用5个问题，咱大家来互相来问，用这5个问题来问你家己，到底你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是会安怎去回应？用这5个问题，你去看，你检查你家己，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还是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？第一个问题，咱先来看诗篇139篇14节。诗篇139篇14节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牧师要爱问，因为这个问题深深伫咱的人类的内底。这个问题，牧师今仔要问咱活水的兄弟，你来思考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：我相信我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吗？我就是你。你问你家己，你有相信上帝创造你是奇妙的产品？是创造了真好势的咧，你有相信无？你有接受你的生命的中间上帝的主权伫咱的内底无？你有接受发生伫我的生命、我的家庭，我出世伫什么款的家庭是上帝的作为无？你感觉听人讲就惨讲，我怎么生在这个家庭？有的人会想讲，我怎么是出生就这样子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有的兄弟，有的人无法度接受家己啊，无法度接受家己的意思，就是讲包括着无论是伊的肤色，我毋是讲较黑较白的肤色，我是讲族群。无论伫美国白人、黑人，伫咱的古早的时代，台湾人。本地人兼原住民，是无论什么款的族群，也有南美、中美，也是有的人外表水无水，足侪只其他，有的人家庭，我的出生是什么款的家庭，是讲你的学历、你的能力，这个人真强卡伫咧，我是真含慢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用一切的想法，否认上帝创造你是水的，是好的。什么人当你否认你上帝伫你的心中的创造的时阵，其实有的人讲牧师这开是骄傲啊，伊就感觉真看不起，这怎么会是骄傲？应该人要讲就是自卑啊，哪里是骄傲？自卑就是隐形的骄傲，自卑就是骄傲的象征啊。当你看轻你家己，当你看轻上帝伫你的心中的创造甲作为的时阵，其实你就是咧反对上帝伊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创造啊。无论是你的族群、你的肤色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口才。你的外表，兄弟姊妹，当你否定上帝伫你的生命作为的时阵，其实你是一个真骄傲的人。你毋是谦卑，你是一个真骄傲，感觉讲我不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一直拢定定，和我做伙咧讲话人，我拢讲，自卑和谦卑是相生啊，正反面。所以我无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、奇妙的创造，认为我是无好的产品，所以我就要用我家己的方法来改变，用我方法、家己的想法来做行我的生活，互我的存在的价值会当用我家己的方式来，互人会当来接受我，会当来接任，所以我才会有自信。这不是自信，这是骄傲，这是骄傲的咧。所以，一个有真正自信的人，会对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主权的全然的顺服甲接纳，会当全然的幸福、
全然的接受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伫圣经的内底所讲的信心，自卑毋是谦卑啊，自卑是隐形的骄傲。这是第一项问题问你：你对你家己上帝伫你的生命的创造，你有接纳无？无论你的出世是伫什么款的家庭，无论你出世是伫什么款的族群，你出世是伫什么款的肤色的，还是种种你的能力，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伫咧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。来，咱找着，咱来读。go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第二个问题，咱来问咱家己：我有相信，如果我一切的成功拢是上帝的恩典无？我的成功，我的生命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成功，是毋是上帝的恩典？无论是伫事业上、家庭上、事工上，事工就是讲教会的事工，是讲学业，一切的成功是因为我拍拼、认真。食苦，我牺牲济济，所以我才有今仔日的成就啊！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，请你毋通误会，牧师毋是咧鼓励讲做工课免认真，读册免认真，做事业咧卖厝咧卖拉链，凊凊菜菜，毋是即个意思。但是伫咱的内心，如果咱有即个想法讲，若毋是我。安怎？兄弟姊妹，伫即种的内底，无论咱的成功，咱有任何因素讲，若毋是我家己安怎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讲话，我会当有分量。哇，最教会陈牧师出去讲话有分量，是因为咱人济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骄傲。这就是骄傲，这毋是自信，这毋是讲话有信心。因为我即马我的拉链工厂是全台湾上大间的，所以我讲话有声音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一切的恩典。你做生意成功，你事业成功，咱的事工成功。毋通夺取上帝的阳光啊！毋通夺取上帝的阳光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你若是有即款想法的人，有当时爱喙伊嘛会讲感谢主啦！哇，你拉链工厂开了有够成功，你的心内讲感谢主，其实嘛心内想讲，到当你才知。虽然咱嘛喙讲感谢主，所以兄弟姊妹。一个谦卑，佮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，会将生命一切的阳光，无论是倒一个方面，无论是事业、事工、家庭，拢会归一切阳光归互咱的主上帝。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咱若是成功的人，会记这腓立比书第4章13节。这个经节是牧师若要讲道时，我定定离我的内心的祈祷讲：主啊，离开你，我啥物话拢无通做；若无你，我一句话都无通讲。咱要有即款的内心的光景。主若无你，我拉链无外高做都做袂成功。但是主若是靠着你加添互我的气力，我通做。腓立比第4章13节，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伫一切的成功的内底，中间无细里跋落哩骄傲的内底？爱细里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。
所以第一项是什么？承认接受我的创造，我的价值是上帝奇妙作为。第二项就是我的成功是我靠我家己，是我靠上帝，全然是上帝的荣光。第三个，咱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的所在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第三个问题，牧师要问你：你是不是一个时常较无别人的噗仔声的人？你做啥物代志？虽然头第6章是咧讲着奉献，讲着钱，但是你生命中间一个代志，我分好甲分滚啊，个月滚啊，冬啊，从来无一个人甲我讲我好甲分了好。伫咱的心内，咱是毋是有定定即种需要别人对咱的讹乐？但是兄弟姊妹，请你搁一届共款，毋通误会牧师咧鼓励咱，亲像讲哪咧牧师的意思是讲，都不要去鼓励别人啊，不要去欣赏别人啊，人做的水的代志，咱忙好像不用了。我这毋是即个意思。我毋是，我来足毋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鼓励内底、互相的欣赏的内底，这是一项真水的代志。但是，这第三个问题，我要问你，就是讲，咱做每一件代志的背后的主要的动机，甲快乐是当我想要得到人的讹乐，我想要得到人的讹乐。若无得到人的讹乐，我就做了无力。袂快乐，所以教会内底，比如讲，牧师讲到了，我会去楼甲含咱大家手请安送大家嘛，对无？手送大家的时阵，若讲有一个人，一个兄弟，留长头鬃的，甲我讲，牧师，你今仔日讲道真正真帮助着我，造就着我。牧师的真得到激励咧，敢是安尼？吼，是讲伊倒边是甲我讲，牧师真多谢你。好，我最近拢失眠，好，听你讲道，我一个就困去。哇，有够好困，有够好困。我讲，这是要讲感谢主还是好咯？人拢需要被鼓励，这点无毋对。这点是足需要的咧，连牧师嘛是真需要人的鼓励。是我要听第一种，是要听第二种。但是问题会要问你的是讲，当咱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，咱咧做上帝的工的时阵，是因为我很渴望得到人家的噗仔声，真正需要听到人对我的讹乐。我要讲的重点就是，伫咱每一件代志咧做的时阵，咱的内心的主要动机是要荣光上帝、讹乐上帝、起造教会、利用兄弟姊妹，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的人的服侍是拢无人咧看去的。恁来教会变数遮清气，伊也摆甲遮好势，绝对毋是因为通过祈祷摆甲足好势的。也毋是因为通过祈祷拜六下暗时变数拢用了啊，祈祷上帝好清气。有人摒扫啊，有人摒扫啊，兄弟姊妹，当然恁咧看着带歌，披着弹电吉他，恁逐礼拜咱看着伊弹的电吉他，讲赞，弹了好听，今仔无噪音，伊徛伫倒，恁逐个看会到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的是：咱做每一件代志的内底动机是想要得到人的噗仔声讹乐，是要
讨主的欢喜。所以咱若是较无做工课、做事工，无论是啥物代志，是较无得到人的呵乐的时，这是一种隐性的骄傲。这是第三项的问题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啥？我的创造是毋是奇妙？上帝奇妙的作为。第二项是啥物？我的成功是毋是拢归荣光予上帝？第三个问题是，我的一切的内心的动机，咧做工的时阵，是为着要得到人的噗仔声、呵乐，还是归荣光予上帝？第四个问题，咱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11节到12节。来讲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第四个问题，就是咱的互相伫咱的肢体的内底，咱的做伙，还是伫你的家庭的内底，我是毋是我互尊重是应该的？哇，这个问题思考一下哦。我在甲人相处的中间，被人家尊重，是毋是理所当然的？所以，搁一届，牧师要搁人讲，毋通误会。牧师心是咧教示讲，大家免太多的尊重，免分大小，也免分老幼的，反正大家拢平，所以没有什么尊重的问题。那我毋是咧讲这哦，所以你毋通误会哦，我毋是咧讲这哦，我咧讲的是，我的身份甲地位，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重？我应该爱得到什么款的款待？那这个款待甲对待我的态度，无达到我认为应该有的标准的时阵，我就生气，我就被冒犯。这就是骄傲。当你认为我需要怎样什么款的款待的时，耶稣伫福音书内底讲啊啦，我袂记是倒一个，亲像咱像伫路加福音的内底讲。咱来去参加人食道，好，你茫讲，我是倒一间教会主任牧师，我要来坐主道，坐主道，啊，人个办婚礼人讲是的吼，你爱来坐遮坐到边仔，啊，互请去边仔，啊，毋作闹气。所以意思共款，意思就是讲，伫咱的身份甲地位，咱咧含人做伙，伫教会集体内底的时阵。你觉得我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尊重、礼遇的时阵，这就是一种隐形的骄傲。理所当然，就是一种隐形的骄傲。我是区长，我是组长，伫教会内底有啥物聚会，啊，教会今仔开没有特别安排留位置啊？怎么没有特别安排留位置啊？留位置是应该的，教会应该爱，若讲有特别的聚会，什么留位尊荣咱的领袖共款。但是你的心内不要有那种理所当然的心嘛。服侍久，有当时会跋落去这种理所当然。咱人真正的谦卑，你茫讲，大家去了要坐主道。艺术啦，我艺术就是讲，我的身份是做主桌的身份啦。我是区长，我是组长，我是教会，还是你什么款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理所当然是一种真严重的隐性的骄傲，这是第4种的问题。你问你家己，你是不是时常感觉讲，我应该要怎么样被对待？来到教会。交代开无给我招呼，无给我剃头，无给我挨下子，也没有微笑。他不晓得我是哪一区的区长吗？他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我是安提阿的区长吗？他不知道。太太，你去跟他讲一下，他刚才的态度不好。不要这样子。人尊重咱，咱感谢主。
感谢这个兄弟的成熟度，但是当尊重咱，毋是因为你的位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底，当你家庭的内底嘛是共款，不要有这种理所当然。这是第四个。第一个是啥？看重上帝你的奇妙，伫你的心中奇妙作为。第二项，将所有荣光归予主，是毋是上帝恩典？第三个是啥？我较无别人的抱啊声无。第四项是啥？我比安那对待是应该的。咱来看第五项，咱来看罗马人书第2章16节。来讲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第五个问题，牧师常常感受到，这第五个问题你要想一想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步入你真的内底。第五个问题就是，我是毋是需要不时拢敢要跟重要的人做伙？我是毋是拢爱跟迄个出名的人做伙？我是毋是需要跟重要人士、有权柄的人士在一起？想看卖咧。当咱问这个问题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我这什么咖啊？怎么会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啊？我区长，你怎么？我只喜欢跟重要的人士在一起。我有房有车，我看你这咧租厝的人咧在讲，兄弟姊妹，我们不小心的时阵，咱会跌入你这个内底。第五种这个问题，我要问，甲咱讲的原因是，兄弟姊妹。这五种的问题，当咱也是跌落去骄傲内底时，咱的祈祷上帝袂听。你听我的意思无？我毋是敢要指出讲，原来我有这款的骄傲，我毋知哦。我主要是要讲，你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圣经讲上帝会抵挡你啊！抵挡你就是连你的祈祷伊无要听。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事工、你的节的情形，无要听，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啊。所以咱要安那？所以今仔日你若被光照，毋通用低调，也是认为感觉讲没有办法去面对，因为这嘛是一种隐性的骄傲。因为今仔日咱的与神独处，希伯来书讲安那，咱就要带着信心。英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要带着 confidence， 带着自信、信心来到你上帝施恩的宝座前，向伊恳求。这种才是真正的自信。是安怎？我相信我的上帝，伊全然的掌权，伊全然的主理我的生命伫咧。无论我的情形安怎，我带着信心，我相信伊是公义的上帝。所以你的家庭无好势，你一直找合谈，你有咧找上帝无？你生命有问题，婚姻有问题，事业袂好势，咱有咧来找上帝无？有大胆来到自信来到你上帝面头前祈祷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圣神也光照你，回应你，人做圣灵改变。上帝的确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的确听咱的祈祷。啊，你若是一直的，无论是隐性的，还是公开的骄傲，上帝就抵挡你，袂听你的祈祷。你的家庭一直安尼，你的事业、咱的事工一直安尼，因为上帝袂祝福咱。历代志上悬，讲到两个人。一个叫乌撒，一个叫做俄别以东。乌撒好意好心要帮助上帝，但是无照上帝的法度。圣经讲上帝，因为伊要负迄个约柜，叫上帝。圣经讲击杀。
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好意好心要做，但是无合上帝的心意甲法度的时阵，是无讨主欢喜的啊。然后圣经讲，大卫毋敢送约柜倒去到大卫城，拢甲送去俄别以东因兜。圣经讲啦，因全家领受上帝来节节的祝福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想要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。咱要对领受，无论是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、事业、咱的教会，咱必须爱顺服伫上帝的法度内底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毋通互你的血气、你的家己的经验咧继续咧引带你的生活的方式。你的婚姻需要有倒位爱改变、爱悔改、爱承认，紧紧看安怎来改变。伫咱的工作上，伫钱的顶间，咱是安怎无照着上帝的法度，无照着上帝的律咧行？你讲我足拍拼，我一日驶20点钟的客停车，一礼拜做7日咧卖厝。上帝若无要祝福你，就是无要祝福你。我毋望咱活水教的兄弟姊妹，伫即个动乱、混乱的世代，咱所要面对的，就是讲谦卑、降服伫上帝的话语下面。只有通过谦卑、悔改、承认我的倒位，无照上帝的律，无照上帝的话语来行，改变，互上帝的祝福临到伫你的家，互上帝的祝福临到你的工作。互上帝祝福临到伫咱的教会的内底，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会议，会当去激励着咱每一位兄弟，会当激励着你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是真做是一个你看做欢喜的囝儿。你欢喜阮，毋是因为阮伫地面上的遮的成就，你欢喜阮是阮是一个尽忠良善，伫你地面上的日子，互阮呢，照着你的心意计划来活。无论是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事业工作、伫阮的教会服侍，还是伫人甲人的人际的关系内底，帮助阮，帮助阮。相信我相信你今仔日对一个人讲话，相信我相信你伫一个人的心内咧动工，相信我相信你即马咧光照启示阮的一个兄弟。伫即5个问题内底，你咧光照因、启示因。主啊，我祈祷，互因有一粒柔软的心，会当回应；因会有一粒谦卑的心，愿意改变、顺服。感谢主，圣神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帮助阮活水的9楼、10楼的每一位兄弟。做一个是讨你欢喜，感谢主。